什么你就是不肯放过我？抢我女人，连我的身份都抢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让我们见见家主吧！这真是东方家的孩子，只要能让人验一下灵根。快滚快滚！信物都没有还敢来？来100个人，我们还要验100个人不成？修士哪有那么闲的？说了多少次了，印氏分家的遗孤早就找到了，竟然还有想攀亲带故的找上门来。可……快滚！再不滚，找人打死你们2个老不死的！哎，怎么办呀？这孩子，咱们2个保不住的，只能看看哪个仙家在收杂役，就送进去收养。可怜小姐一家，咱们俩却连让这孩子认祖归宗的能力都没有。别哭了，这或许就是命啊！如果没有东方仙云，哎，有一个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自称是印氏遗孤的太多了，现在只能等家主派人来验灵根，一个一个验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进来等着验灵根。是。分家印氏的孩子是难得的天灵根，可是玄冥宗的名额早就内定给了本家老爷的孩子。带他去转一圈，见见世面，然后另寻一处仙家吧。大师兄，大师兄好。大师兄，师妹，听说了吗？大师兄和二师姐订婚了。除了大师兄，也没有人能配得上二师姐了吧？虽说年龄上这婚事早了点，但是确实郎才女貌啊。你是谁啊？在下逍遥门大师兄。你明明有很多次机会，只要不手软，你明明有很多次机会。可是这个东方仙云根本不是我要找的那一个呀！你让我如何下手？我找了好久，好久，如何让大家都活下去的办法，我找不到。我累了，好冷，好冷啊！大师兄，好冷。